立法院去年3读通过宪诉法的修正，总统府长正式公告1月25日会生效。不过，总统热情地表明，部分内容可能会影响宪法法庭无法度正常运作，建议申请宪法法庭裁判。民进党团长嘛向司法院送状纸，申请暂时处分甲释宪。立法院去年底3读通过宪法诉讼法修正案，就算行政院抵赖难行为理由提出复议，有缘予立法院否决，将期尾23透早总统府依法公告。也毋过总统批示，相关内容有妨碍宪法法庭正常运作、侵越司法权力核心范围，甲破坏政府体制分立制衡的宪政证据，爱申请宪法法庭裁判，维持宪政秩序。我们一定要对于他们的宪法诉讼法予以暂时处分以及释宪。他们导到这样的时候，变成只剩下8个，这8个当然不足10额嘛。我们不可能就发现一个一本的错误，不足额去释宪的。现在赖清德是自居为超级大总统，直接下条子给5院院长说宪法诉讼法必须要释宪。那这种已经严重的破坏了我国的民主宪政。根据修正条文评定，政府评议的大法官人数袂当超过10人，造成违宪宣告的时，同意违宪宣告的大法官人数袂当超过9个人。这伫目前只有8位大法官的状况之下，民进党质疑若要修法，是要予宪法法庭伴随，决定赶伫25生效，向司法院提交申请暂时处分甲释宪。不过国民党再次表示，宪诉法的修法绝对是无违宪的问题。最坏的结果、最成立的结果，那就是用现有的8位的大法官组成的一个宪法法庭，直接就把宪诉法就开始就把它冷冻起来了，就清清楚楚看得到大法官配合执政党做政治操作。学者强调，暂时处分的制度是大法官基于法律来创造的，不过过去并无伫法律生效前就行使的前例。大法官如果真的做了暂时处分，那这个很明显是跟立法院的当时修改宪法诉讼法的这个蓝白阵营在野党的这个的用意跟意志是违背的嘛，就会造成就是宪法法庭跟立法院之间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对立啦。那朝野的对立应该会更明显。苏主要也提醒，若大法官伫法生效进程的空棚之间裁定暂时处分，毋但会造成甲国会对立，宪法法庭超出党派定位，恐惊也一直防消减。公视新闻采访报道。